政府推动重造2.0，去年按算经费为330亿元。台湾老人家引来引导，台经验按算8年過後，重造預算愛成長做600億元。不過，就咱政府嘅人力同財力來看，根本都用唔到人口老化嘅速度，還個重造嘅需求。但老人家貴身嘅病痛嘅，嗰時還個多嘅照顧同醫療支出，唔當先花心力來預防老化。在提醒國強，嗰種便利商店嘅4級被紅嘅照顧站，而能夠開啟嘅預防醫療嘅重要責任，來減少成年老人家嘅人口，增加健康嘅老人家。老亞鄉社區健康促進協會早路發現到過萬遍路嘅藥量，如果老人家行出去勇敢嘅社區，就看下而能用嚟細忙來做，去做到預防老化嘅目標。唔想用嚟過日嘅老年生活。你的家在轮回演出，我的家在瑞龙村。从前的时候，有一日，大家拢會老，唔是上過愛用嘅老麼？初三母親節嘅前個禮拜，老爺從州40嘅老人家攏打扮到正正，喺雖然發布燈籠罐頭前嘅廣場 PK 行台鋪，為阿伯公阿伯婆慶歸18歲青春。第一個要出現的是在你面前活了100歲，還在你現場看到的。第二個出場嘅係白色長命婆。按過來就係一個人喺咧前面阿伯婆，嘛打扮到粗粗嘅動工啊出現咧。相旁嘅阿伯婆嘛搶時將煩惱填表題，歡喜嘅行電台鋪。好來，感謝鄉長哈，安尼就對啊，咱就是愛互大家會曉服務老人家吼。就算愛人參電行，我就係愛拿電付出去。就係愛行出來同大家共下享樂。我都希望講，呢種嘅社區，老亞鄉大家嘅老人家共下行出來，唔好講入屋下安樣嘅人嘅圖案，真上到嗰種嘅上里上街。今天誰最漂亮？哇！阿健不也有獎嘛？有啊！現場按歡喜嘅氣氛，一條老人家咩唔記得其他一棟事嘢。馬車到其他老人家願意行出屋卡來到現場。喺上到做小料嘅安排吼，就講希望講，我咪是後生個，吼，我希望講，我咪後生該行，我咪按獎嘅咯，我咪做到獎來，我哋排列發通嘅嗰種嘅意義咧嘅所在，是希望講老人家，大家應當係嗰種歡喜嘅心，當後生嘅心，安樣人都嚟參加呢一種嘅發通。現場嘛安排幼稚園嘅生意呢，同阿伯公阿伯婆同下跳舞，甜同啊！細數嘅睇路路嘅一些人嘅鏡頭好熱呢，經過以下就元素嘅嘛愛奶嘅老人家上順嘅心情。老人家看到成人咧，個心情真緊當好，講講，根本伊安排成人咧，老大人安樣人，安嚟聰明當好，個安度仲講，啊是家神媽轉來讓安尼按摩安尼療，最起碼講，佢療若要來到療嘅時間，做下唔記講，安尼要下到按摩療按摩汗。母親節嘅發通證實，第二日路亞空間促進協會又帶定水年村嘅老人家，去到嘅路亞嘅嗰台野村。啊！伊根本伊出來嘅心情很樣板。哦，真好，天時又亮哦，又好料哦。啊，好料哦。飯飽又太雜。
个又按太早，人按多出来，都看到按多人都真欢喜，错嘛？嘿，嗨不好来哟。路亚空间促进会对政府95年开办关怀店开始，就陆续接的60重走1.0到重走2.0的市站。今年因为太社會上就冇受冇啲嘢，為保持老人家空間冇退化按壓，下太少就是最好的藥方。健康樂活關懷，除了60年，希望受到我哋照顧嘅吼，攏從健康，先導促進健康，佢哋咪做啲快樂的生活，快樂的學習。4年前啊，老公為視察，為4年出來了，哎呀，我老公老的呀，唔會視察的呀，都冇法出來，哎呀，參加呀協會吼，會啦，咪理事長就帶出來了吼，太歡喜啦，真是真歡喜，心情相當好。我還是要來跟你聊一下，我一直跟你講，都到我們站上去，你一直都沒有去，已經1年半了。新政府推動重走2.0，第1年的經費按算就會死貼332億元。不過，照台今年的推算，8年以後重走的預算會有600億元按多。故所理事長講，假使唔對預防老化開始來做，重走就會像冇帶什麼行用的，按多錢都唔拉用。因為我們接觸很多的毒機對象，你不去接觸它，其實它無妨。但是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它衰退得很快。我們希望他們走出來的原因是希望他也有一些人，你看走出來，我即使沒有到站上，到這邊我也希望他可以成為這裡是他的站，他願意在這邊種菜，那他未來這個就會形成一個善的循環。接備市站的工作以後，協會還拿主動的去關懷，發現有需求的人。今年講問題也係唔解決，後擺就會係社會開唔樣嘅擔頭。班長，年紀多細的啊？哎呀，70號講啦。70號講的哦。好，70號講其實嘛做得本人照顧的呀吼。錯啊，哪個照顧你？做本也是蠻嚴厲的。我們的技術，我們就是有這個身體強壯的身體可以服務人家。你們今天煮這是要幹嘛？明天要給那個我們出去見走，要給那個阿嬤吃點心啊。蔡天人就蔡天人的看顧，係協會當初間睇推動的社區強勢。在衛福部99年到100年的調查，多元來看，一個家庭認可搶有0.4嘅照顧能力。重走無論係對家庭、地方，也係國家，攏係財政和個人力前提嘅負擔。故所協會認為，要做到做好重走，一定要結合幾個社區嘅力量共下來做。總共家鄉係其他20多木屋嘅蔬菜啊。